甜蜜的天时真经还好哦。库克春茶一礼拜会带大家来到做白事。唐讲啊，跳摆一片的天啊，乃当皮呢。虽然一下慢奶都可以高聊睇下，不過對一片嘅客家人來講，係你當山萬嘅保留地，屬於客家嘅人文風情。大家好，大家早，客家天師台庫克中菜，我來呀沙琪活動中心，請到太師傅我來煮好食嚟請大家食咯，將來本來請哦。大家好，大家早，安早，頭家娘安早。客家天師台庫克上菜，我來呀沙琪活動中心，我煮好食嚟請大家食，將來本來請。老闆早，頭家安早，早。阿賢忙忙嘅喲，俺用3萬塊嘛就炒嘅啦，鄉親哦都有聽到哦。大家一看，製作好有當道嘅西飯嘅嗬，都買自家做嘅醬菜。俺用咗啲一片天菜有當到客家人，日日落去探看啦，一片有乜嘅好食嘅呢？客家天師台庫克上菜，頭家安早，好哦。我想請問一下吼，你位啊有乜嘅好食嘅？你做啲介紹本來嗎？做白肉煙小個大閘蟹哦，真好食咯，你下，甲當形容啊，當肉果，當到個卵啊，對啊，哦，你啊是這吃大閘蟹最好的時候。高麗菜館西館最好食嘞，高麗菜館當好食咯。兩隻自己是大閘蟹，讚。高麗菜館口感當好啊，一般客家人偏愛食啦。雖然講一下確實係冇係睇出嘅季節，不過啊，喺台灣我見那片前太夾派喏，還有高麗菜館，唔看貴州市場嘅行頭頭啊，你錢都永遠別做。阿賢，看日本我樣嘅神啊！今日係乜嘅節目？庫客上菜。哦，你阿位客家總係哪位啊？祖北沙皮飯站兩位。你阿做祖北啦？哦，做客家總係咩？哦，這件比你啦，大家有口福哦，我搶到一個。動厲害嘅太師傅來煮好食嘅客家料理，俾大家食，好唔好？好。今日特別特殊嘅分享給阿龍師傅。同學好。嗨，阿龍師。各位鄉親大家好。前位做廣東菜料理嘅阿龍師，做廚師已經有30年嘞，馬嘅食材都加數項，都做得變做好食嘅料理喲。阿龍師，嘿。你第一天就竹北咩？我知道。哦，那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竹北有什麼在地的好食材？在地的。菜知道這邊竹北應該是烏魚。哦，烏魚。對。不過快些啊，你還細細喲，幾好，當什麼？我太歡啦。哦。還在不夠大。還不夠大。對。那你再猜還有什麼？這邊的話，一般來鄉親有在透露。有馬嘅小事做的。哦，高麗菜館，對，那個已經很久沒有人做了。對，現在在市區已經幾乎找不到了。而且我去市場的時候，我一試從的時間啦，然後大家就按你老話講，老話介紹講嘅高麗菜館，可能有按好運嘛，看我有沒有這麼好運可以找到。好。對啊，那還有馬該啊？大閘蟹。大閘蟹。秋蟹。沒錯。你還有時間最獨好誒哦。哇，這兩種食材，哇，那我要好好去找一下了。你好好去找，我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對。哦，料片全部就烹飪高手哦。啊，對，我對於這些媽媽我都是很尊敬哈。真的。好的，那我就要出發嘍。好。那你好好想菜單，我就來去流汗嘍。好。大家祝我好運，再見。竹北市本豐石蟹、老頭前蟹包定呢，有封皮、香里、無污染嘅水質嘢，每本養殖業含嘅衍生。香港大家蟹就可以有一種天然嘅環境，讓小嘅生哦。哎呦，阿姐，佢拜託你喂，日日聽見清唱呢嘅好吧，去送油請看下啦。
就做得前到按基本日嘅地方食材太夾排咧。唔過啊，一片我睇青山都好無咯。小太姐，太姐，你好，你好，嗯，你好，你好。嘿嘿，哎呦，请问呀，就迄大闸蟹嘿哦？嘿啊，我唔知讲个修个大闸蟹要修到山都风哦。哎呀，因为天然的，那个活水啊，哦要活水没有活水不行啊。跟人家还是做嘛该啊？我俩喂麦片跟南瓜，大闸蟹又是的啊？嘿啊，是都按养生哦哎，养生的啊。哇，个大闸蟹是都比硬还那个较营养哦吼。7月的7月，6月吃鱼啊，一天吃这个麦片加南瓜了。有糖豆嘛？这样有啊。一个礼拜7天呐、哎6月20个鱼是鱼的啦，是鱼的，嘿哎啦， 1月啦20呀蔬果类嘿养生的啦，嘿啦南瓜还有麦片。嘿啊。你看到像俩机器呀、全部就会这要是搅南瓜，搅南瓜的哦，南瓜切好了，切好了要搅小啊，块。这边是搅鱼的，哦，搅鱼的，看对看啊，大闸蟹好珍贵哦。哦，原來飯瓜、麥片、陳海魚就係大甲牌嘅主食咯。太子講嗬，飯瓜係味道本大甲牌嘅高磅，食可以行下醬，口感咩行下甜。當然下晝就會記下到食東西嘅時間呢，來去看看啊，夾嘅真面目哦。像呀大闸蟹啊，吼，嗯你就细细开始修啊，对啊，很细哦，好像养宠物一样哦，就像养宠物一样哦，很累哦，很费工啊。对，费工啊，它又费时，因为它在那里的存活率，等到要收成，存活率有幾多唔低啦，哦，真紧哦。等你睇的樣低啊，太子，像呀水有冇按牆喏？了大巴山的水，哦，就山泉水对啊，哈。大巴山下的要水啊，我有看到要鲜很用的呢，它团体的，它要防那个，要防什么？那个夜路啊，就夜那个，路来吃大闸蟹哦，嘿呀，其实第一讲是大闸蟹按后生。还有。啊，你给我用个就用这个防哦。哎，反正就团体了，没办法了。哇，所以这个是被它冲撞的结果。冲撞，嘿呀。冇想到連牙瓜都按師傅哦，去太子上嘅各種嘅方法，我來防定佢呢。其實大甲牌就係冇害嘅一種，唔過啊，按皮嘅大甲牌我樣嘅湯咯。也就請老小太子向下學大甲牌嘅盤呢，劉太哥來老人講啦。簡單，這懂要洗體，洗體就懂要切。這孔雀母煮，你講佢哋用得母煮，因為伊是時常做給大家這佢嘅食物土呢。按孔雀母煮懂得洗嘅，洗嘅就懂得切。洗嘅東西佢會產生一種有毒物質，所以洗了這東西一定會上嘅，懂得洗嘅。愛掉嘅孔雀仔，大家切懂得心摸，這孔雀食物，佢兩邊潰下胎。主席種伊咧，就表示講佢地圖會夠飽滿咧。啊，研究嘅腳，佢嘅腳啊講凍硬，就表示講佢地圖會扭結實，你係時間就做得出無咧。唔看泰國安尼撒起來就講，就係要按樣次嘅讓你農場去蒸才好食。太火蒸8分鐘，轉師傅過蒸7分鐘就真係開蓋了。一下小太子嘅價乾，我來教阿仙樣嘅什麼海。那我就要来大快朵颐一下喽。品尝看看，这个现在那个口感应该就很好了。哦，有看到吗？很姜哦，油亮的。油亮嘿，那吃起来更好吃。那吃起来更好吃吃起来你会喜欢。我会喜欢。哦，大哥很有自信哦。每一个人吃的哈，都讹得个大鸡啦。但那吃了以後，你明年會再想再來，有的都蠻好。我明天就可以來了。可以。很甜哦，而且它裡面那個膏吼，那粉啊，吃起來懂喝些的。懂喝些哈。懂喝些。你看泰狗就抵哦，大哥你也知道，這個。吃起來實在是太美味了。瀑布那個吃完以後哈，你把這個打開了以後，我們對折。哦，對折。啊，對折。有看到嗎？有看到嗎？啊，一大塊。你看一下底部。底
里面这个都蟹肉，这个都蟹肉，这个都蟹肉蟹肉。阿姐，莫老太家派是讲讲呐，阿六是还得等呢。好的刘太哥讲，也下係犯出鬼，太家派唔是啥，都會按不頭，文土講下來，一扎扎嘅自家就會傻爽眼了。哎呦，但想想到嘅黏黏嘅海王老海狗嘅米絲啊，就開眼後欄水八八點呢。既然應付太深呢，就夾夾轉春茶，鄉親還得等直接中高啲呢。刘师傅，嘎！哦，你看很活跳跳呢，活跳跳的对大闸蟹，这个的主角就它了。给香精看一下，开卡看一下。哇！哦，有吗？对呀，哎，给泰国喊老阿公哦，要大闸蟹最好的吃法就会用清蒸呢，用整呢就好哦。没错，这个是吃最原味的。对，给讲给水啊哈，蒸的那个水啊，下面还切一些姜片。是。还就可以去一点腥味哈，哎，你是最后是喽，你 fight 嘞，你糟糕了，看有没有清蒸这么厉害啊？我们用一个比较传统的哦，我们今天做的，然后我们今天用一个叫麻油酒香大闸蟹。阿良师对乡亲实在係很詳細哦，天時轉寒哦，拄好食補，也好麻油酒香大家派，再一系列姜麻、麻油，還有手工麵線、椰頭、米酒、鹽、糖，就做得完成一項精緻又澎湃嘅大家派料理了。大蟹因為本身這個前熬的部分哦，這個絨毛是最髒的哦，所以我們要處理也是最費工，也是在這些位置。是。我準備了一個秘密武器。哎呦，是什麼東西？牙刷。牙刷？哎。哦，可以把它這個毛啊，這部分有一些藏到髒東西都可以刷起來。對，蟹有一些禁忌，你知道嗎？一般蟹子我們不知道，不可以去搭配什麼食物啊。哦。不能搭配什麼？而且剛好啤酒嘛，啊，柿子，剛好又這個季節，對不對？紅柿子現在也是這個季節嘛。對。對，紅柿不能。對。那還有嗎？啤酒可以嗎？啤酒也比較不建議，還有茶也不建議。其實是擔心它裡面有一些它叫鞣酸哦。那蟹是高蛋白哦，它吃下去之後呢，它會產生這種變化哦，讓你不容易消化。就是肚子會不舒服。我們的麵線我們可以水滾就開始下了啊。哦，劉師傅。是。你除了是太師傅之外，俺哋唔咩迄個以前哦，哈。是。生馬該要打皮馬該，哎，你就抵哦，哈。對，因為其實我們廚師哦，天職就是這樣。我們今天給客人吃的，我們當然要知道說它的第一個營養成分嘛，是。第二個它的禁忌是什麼？比如說我們今天做這個麻油的部分呢，因為現在秋冬了嘛。它是冷，那蟹又屬於寒的，我們就用老薑可以去那個寒。對，好，瓊軒，我們那個麵線可以撈起來了。差不多了。呀，麵線還要煸過個煸水哈。對，我們還要這個冷卻。哦，還要冷卻哦。來，這邊直接泡。冰鎮。對，冰鎮。我們等下還要拌一點香油，我們把它做成麵線卷。麵線卷，那我們把那個水的部分，我們還可以燙秋葵。哦，阿用3呢，不錯哎，你這樣就對了，就符合我們客家人呢節儉的精神。勤儉啊，對，在每一個切口處有沒有？因為這個蟹黃都在這邊，蟹膏就，我們用一點粉，沾一下。哦，對，給用嘅馬該粉啊？太白粉。一般太白粉就可以，對了，因為這個你一定在等一下烹調一定會流掉，哦，所以我們就用一點粉，給它敷面膜哈，對，保濕，沒錯，然後鎖住水分，鎖住對，因為現在的米酒畢竟沒有像以前那麼好，嘿，有時候我們會把那個火有沒有，就它酒精的部分先揮發掉，對，它有點着火有沒有？哦，那可以去掉它的一個苦味。哦，用按你的風範哈，用這種方法。對。秋葵也可以哦，因為一般秋葵也是燙一下，燙一下就可以了。好的。
哦，那这个我们这个油就要炸，先炸对，过。要炸蟹。哦。你蟹一般我们是这样，先就是油温稍微高一点，瞬间把它炸一下，就是让它整个这个部分可以让它完全都是包覆包覆起来。对，蟹里面水分很多，所以你一定会油爆，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哦。哎。哇！马上就变红了，就变粉色嘞。这个也要哦。哦，像这个的话，你直接用这个捞勺，等下过一下油就对，就都得嘞嘿。我只是利用这个余温，就是那个油的余温哦，让它那个。把它淋下去。哇，有看到吗？哦，酥哎。哦，很香哦。会舍得了，系咪？哦。把这蟹可以。看好是哪地啊？看好来。然后我们再来。几多人的看点啊？哦，口水就要流下来。来，我们剩下我们先姜丝。是。因为我要放在那个面线上面，所以我所以它也是稍微先炸一炸，勾一下的。这个要炸到干哦。哦，要扁壁干哦。那我们炸到它干。哦，变壁炸。来，我们这边姜差不多了。好哦，调咖，让面线没好了。就像酥酥脆脆的。哇。很香，它很香。好像牛蒡丝哦。我们的面线还要再煎过。哦。所以我们这边先把它放着，关火。我们现在卷那个面线。对。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要把它卷成一个。哦，麦芽糖哦。就麦糖的用的咩？所以要保持，那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卷，这样一人这样一卷。哦。面线卷。然后我们等下用中产使用的哦。对，我们等下还要把它煎，用麻油去煎它。哦，还要剪钩哦。对，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交给琼轩来卷哦。好的。那清凉来吃看啊。那我这边我就开始先来炒蟹了哦。哦，没问题。你还没懂简单。对，我们这边就是用黑麻油，一般我们又叫胡麻油哦。哦。对。我们先把这个姜的部分哦。没有煸勾啦，对，一定要煸到干。那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米酒，哦，也是这个这个菜里面的一个比较主要对，一个灵魂的部分。胡麻油是比较不耐高温呐，没有像一般那种沙拉油。哦，真的呀。对，那所以它的那个火的那个控制哦，要很小心，过头它那个会有苦味。哦。那姜差不多了，那我们准备放米酒。那大概多少量呢？其实没有关系哦。哦。米酒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大概米酒大概我们用汤或者是水，大概是1:1。哦。那一般我们米酒下呢，通常现在会先把这个所谓的，因为现在的米酒毕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嘿。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火有没有，就它酒精的部分先挥发掉，对，它有点着火，有没有？哦，那可以去掉它的一个苦味。哦，用按你的方法哈，用这种方法。对，你先把它苦味可以去掉。是。等它烧的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加高汤了。哦，这姜嘛变都懂酱呢。你看它的火就慢慢熄掉，就表示它的酒精挥发差不多。哦。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高汤加进去。就在这个时候，俺妹差不多了。好啊，10卷。好，来，我们这个蟹就可以下了哦。我们大概下去哦，大概煮个3分钟，大概就可以完成这道料理了。因为面线的部分哦，我们吃起来它这样吃是 QQ 软软，但是你煎过，它比较香。不切啦哦。另外一种吃就有不同的口感啊。对。某 Q 央。我们把它煎成金黄的，它吃起来就很香。秋葵，然后嘞，
马个东西。哦，3分钟到位吧3分钟到了。哎呀，董师傅。好。就让我们看时间哦。我们给调一点味，来，一点糖。一点糖。对，一点糖跟盐。对。如果说有买到那个料理米酒，不是都会有盐吗？那个你可能就盐的部分就要少加一点。哦。那本身蟹这种东西就很鲜的啦，调味就很单纯，我们就不用多加其他的哈。没错。然后我们让它滚，我们就可以关火。好，所以可以准备摆盘了。摆盘，然后我们把蟹先起锅哦。嘿。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面线。来，我把它放在旁边。煎过的面线，很漂亮哦。对啊，我们把这个汁对都淋上去。哦。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姜丝。哦，对。对，我们油已经沥了，已经吸的差不多了。对，我们把它放在上面就好。哦。好了，好了，顾客上菜，耶！哦，来，我们请乡亲立正来呀，干嘛呢？慢就冇了。来，都有，里长。哇，来，也快。我们给点汤汁。你看啊，这个上面，谢谢，哇，好香哦！用班，没有，你讲悄悄话，你讲嘛噶？跟冇声。好吃。哎呀，不是讲好吃啦。好吃，又香啦哈。有。好哦，你给您先1个礼拜来做一次更好。1个礼拜来做一次。那你要赞助我们哦！啊，这么棒哦！好哦，慢用哈。一个人门坑啊，哎呦，很好吃哦，这都很香哦，很特别，跟面线是同样哎。同样哦，跟安尼剪糕就冇同样啦吼。你有吃过安尼做糕冇嘞？冇啦吼，面线看冇安尼生咩，就杀糕天天。安排就做的无卡子都得来剪，懂好哈。有好多嘞，有懂成功哦。哦，感謝。乡亲食的也好，麻油酒香，大家快过口，听说年纪19哦。其实啊，这个地方卡没做的，只可拿来做哦。先用胡麻油爆香姜麻，落热米酒煮滚过口，用热好成型的大家派。接下来就捞煮熟的面线卷，用落锅煎过成型，摆盘过后就做得上桌了。阿姐，莫过拖棒棒的，也去浸咖喱菜干啦。有冇捞水的呢？哎，拜谢。没关系。冇啦，捞鱼耶，捞水咩？嘿啊，有冇叶位动接捞鱼嘿？嘿啊，唔会哦。哎呦，按度好，嘿啊，冇啊，就款点呀高丽菜啊，然后前个要做高丽菜干的呢，就行嘛落鱼吧，行冇路去。只差两步路听。啊？差2步路什么意思？嘛意思？我隔壁有一个做高丽菜干的达人，看起来是很有历史。哎，几多年呢？董碧堂。2年嘞。哇，好香！2年真的好香，是不是？而且很沉那种香。对，就是一点都不会那种呛鼻那种。对。客家人亲会做诶。亲会做诶。阿婆，嘿嘛，嘿哦，唔顶啊，亲同媳妇呢？有让啊，冇让啊。有让啊，有人讲嘅做高丽菜干嘅达人呢。哎呦，凊彩人都会做啦。唔看啊，含带定啊买嘅高丽菜哦来亲哦。系啊，好。嘅啲下唔做得讲来做么？做得。唔过落雨呢？落雨唔怕来顺条咧，表人嚟做啊。落雨做得做？咩？拿下剥了。
本鱼肉让啊，安尼啦。哦，做得了。做得了。好哦，好哦，给人就来开始哦。好，来。哦，然后就捞去打开来了哈。像安尼要洗过冇？也洗过咧，唔是也。哦，洗过咧唔是。20张，像你20来洗。哦。也是剥来洗。一片一片捞去先剥下来啊。剥下来来洗。cái chỗ này dù lan này onion cà sành rồi. Cái số mỗi kỳ á. Cái mấy mỗi kỳ là hả? Xí tê số nãy giờ xí tê số mỗi à. Xí tê số mỗi kỳ là. 阿姐，新好运，一個傳統俗語啊，當到後生人都唔曉得做呢。佢在讀到阿婆興講，阿婆講啊，條拜西高麗菜乾啊，對做新橋嘅來講係天作愛寶嘅喲。西一年定一邊養你個後，唔就做得只行下一步了。你看，這樣呢，就茶東道誒，這樣呢就做得，人家就做得滷鹽誒，人西洋就做得滷鹽。都冇漂樣，也就很生生，哦，也就滷膏誒，也是西膏誒啦，然後西膏咧，然後西膏誒係盲滷啦，吼，西膏誒啦。好喎，啊，這樣呢，迄一粒冇，還是兩粒？也兩粒無？哦，也有兩粒無？也兩粒。這兩粒差唔多不用幾多鹽咯。兩粒差不多。用3-4樣這樣拍喎。哦，也是一種感覺派，你知道？嘅安尼一下鹽就用數安尼。對對7啊就好啦。哦，安尼是咧。係啦。我來吃看啊。好，來切下。好，唔切哦。嘅鹽落去像洗衫樣嘅哦。係啊，切半樣啦。哦，就安尼哈。哦。很神奇哦，很愛吼，愛些吼。冇鹹冇啲。安尼冇辣啦吼。冇辣。落水吼，你魚吼冇洗一扁咯。哦，冇洗咗一扁啦吼。係一扁咯，冇扁會快啲咯。西洋嘅高麗菜葉誒，用鹽去滷過，總算係完成一半呢。撒下來一個禮拜，所以當然吼，撈高麗菜掉出去曬熱頭，半葉嘅轉色對拍色。轉變做金黃透亮，就差唔多做得熟起來了。鴛鴦有差別咯，有乜差別咯？所以就搞魚冇即關你冇尖到啊！嘅像安尼我不用去叫誒，用去叫，我洗手拿洗來看你去叫。哦，嘅有嘅長薄嘿哦，有嘅挖香薄嘿哦，不用凍年嘿哦。冇啊，也冇不用凍年糊啦。我不用凍年冇糊糊啊。係啦。嘅唔係有嘅嘛個2年啊，那1年嘅。也是2年咧，另外也有2年咧，也有1年咧。嘅我做得看一下冇？做得啦，也2年咧。你2年咧哦，你前年做好嘅哦。係前年咧，也關是去年咧。哦，你也關就去年咧。哦，你也關去年，哎呦，你看個色。這好糊色啦。係啊。越冰咪越糊係啊。煮到就黃黃嗰啲咯。哦，冰到越黃越好哦係啊。咩？煮啊，拿嚟煮啊。哦，拿嚟煮啊。唔會糊啦。今日做得打開嚟試看下冇？做得啦，又做唔得。打開嚟看下。好啊，今日做嚟試看下，入冰到1年咧，係媽咪是。1年。係啊，你1年咩？得1年咧。好架仔打開。哦。眼你打開啊，跟咪就人咪衝起來啊！係啊，就衝起來嘅。哎呦，也關是去年做嘅啦。哇，你係做動態啲哦。也去年做嘅。哦，你係做去年做嘅。哦，動年嘅咧。係啊。哦，那咬勁唔係，唔係鹹啊？唔係，呀做得切到油油啊，吼，用像剪菜脯卵安尼，做得冇？剛開始咪做眼皮哦。新創意啦。唔是做眼皮。呀就1年咧，嘅研究來看看，嘅2年咧有很用誒，2年咧哦，嘅有不用到3年咧冇？冇啊。冇，做都是這樣誒吼，按後生。今日就來吃看下哦。你去做啦？去做是嘛？去做是哪不你真做是的，係嘛？呀個鹹哦，按鹹哦，嘅米絲哦，呀鹹較香，
韩卡香，韩国香啊，有真劲哦。有样啊冇样，我本是一袋看啊。也有点是。冇想到阿贤竟然老阿婆整场嘅布比也出来哟。不過阿婆講，我拿到2年嘅高麗菜乾，我先撈佢撈切係一隻鋪椒完成咁做的。韓國我派一啲保護高麗菜乾嘅使者，親身撈菜乾送俾現場嘅阿良師呢。我回來了，劉師傅。那為什麼你是空手啊？我空手啊。那我這道菜的你說你講呀高麗菜乾哦。對。哎呦，唔是少啦，你看我樹空空啊，唔過嘅寶物然後請到咧，唔將佢請到去哦，還帶人過來哦。他帶人過來。哎，分享太極。絕世高手嗎？對。大家好。哎，太極來。大姐。你看呢，佢拿到等下要煮嘅東西，一高麗菜乾。看起來是很有歷史了。哎，幾多年呢？董碧堂，2年呢。哇，好香！2年了，真的好香，是不是？而且很沉那種香。對，就是一點都不會那種嗆鼻那種。對。客家人纖維做嘅，纖維做嘅哦，高麗菜乾。高麗菜乾。而且龍師傅，唔就唔啲哦，唔將佢帶到嚟來，太極啊，係我做嘅傳統嘅客家呀湯，高麗菜湯。我不是看。用它來煮湯。哎，讓你最道地的。對，家常的。真的我還沒喝過哎。真的哈。真的。跟你太極啊，那種東西準備好咧。按紫色哈。唔會。哦，來，這個我來幫忙。這個是大姐準備的那個高湯。對。也係按你的高湯哈。嗯。這可以煮滾的。哦，等它滾。哎，等你等滾啦。啊，啲哈。啊，你嘅高麗菜乾啊，細細啊，哦，要細細啊，哈，要洗一洗啊。因為佢係去曬嘅嘛，哈，有曬啊，啊你細細啊，哈，讓好香啊，用細細，啲下條啊，啊你有洗過嘅，有洗過了，嘿。哦，洗過了。也準備嘅這個肉片啊，3層肉，但它不用蛋白啊，哦，冇哈，大家呢高麗菜乾好看好窄啊，好，所以按你3層肉啦哈，這樣它等它煮後呢，蔥花，一點蔥花哈，配點顏色，而且提味一下啦哈。哦，就按你懂簡單啦哈，就不卡色的啦，挺簡單，他說非常簡單，是就家常的。好咯，水差不多，我滾了哦，做得冰的哈。我在旁邊學一下。哎呦，龍師傅你好謙虛。哦，3層肉啲下都好冰落去啊。哦，要它做冰落去。那這個湯大概煮很快就可以好了吧？對，還有我們差不多，冰落來它肉片啊，煮本是煮得嘞。哦，肉片熟就可以了哈。要凍夾哦。哦，你看一下肉就變色嘞。肉變色，對。給我吃可那麼。這邊我們有準備鹽跟糖。做得了哦。那你莫吃太鹹。哦，不要吃太鹹啦。對。要他們用鹹啦。那我們現在把它火關哦。來，我們加點胡椒粉。哇。色香味俱全啦。顧客上菜。哦。來，我們請那個相親。嘿呀，太個碗拿得。來個碗。來呀，搶啊搶！我來負責分。李師總哎。我來負責分，來。這個是應該是你們最熟悉的味道哦。好，謝謝。對，2塊嘢嘛。我睇下7點來哦，給阿良師傅哦，還有繼續哦。放前面好了，你們小心會燙哦。來，睇下，來看看哦。啊！我磨舌頭可以練練咧。那全部磨舌頭啊？我磨舌練練啊。哦，就按後舌頭。我是按後舌頭建議啦。啊，3碼建議啦，後舌頭3碼建議啦。哦，安尼哦，哦，唔講啊，真件咧，我唔識講安尼咧。唔會，配音下邊。小心哦，聲音啊，好舌。強。好舌。
冇想到按简单嘅料理，两时未食到公滚，也聽出係有阿美嘅美食。細長嘅高麗菜乾，用到皮湯煮好，煮滾過後，等煮出米嘅，用牛肉片、切米調味一下，就做得上足了。食得香清煮嘅高麗菜乾肉片湯，撒下來就揾兩時唔太點成熟了。哎，小心小心，都見底了那個啊。那個碗牛眼好沙，係啊，碗空空啊，空空啊，空後乾，好黏凍。我剛剛看到那個鄉親幾乎每一碗都剩，都沒有剩，沒有剩，蔥花，蔥花，我有看到蔥花而已。對，所以阿龍師是那開始哦，我替你擔心了哈。然後我用個啥啦哈？我們今天哦，我們也是利用這個菜乾，高麗菜乾，對，我們去做了個肉丸子。哦，用鹽啊？對，我們就是人家菜名有上好嗎？高麗菜乾燒肉丸子。高麗菜乾滷肉鹽，我準備嘅食材有豬腳邊肉、撈豬板油，唔過愛請買中藥嘅鮮膠麵來喲，還有馬刺、太蔥頭、薑麻、蒜頭、雞肉一粒、蔥誒，還有調羹拍，當然還有豬腳高麗菜乾，用下來好個。我們來介紹一下食材哦。這是後腿肉，然後這是豬油。哦，豬油。對。為什麼？因為其實光後腿肉它太澀，吃起來口，那靠一點豬油的部分，來增加它的一個口感會比較潤一點。哦，食到會開骨溜，會開柔順。然後我們用那個，還有蔥頭、荸薺，還有荸薺，對，洋蔥、蒜頭、薑、葱誒，雞蛋。哦，雞蛋哦，給了一粒就好啊。一顆就可以。哦，好啊。我們這邊就開始作業了啊。哦，開始嘿。對，可以在裡面加一點點。鹽巴跟糖，對，鹽巴跟糖。油唔夠誒，有雞蛋。給太假油啊，你做過冇？有啊。糖的話可以讓它那個葉綠素會出來，所以它綠綠的顏色會更深。雞蛋。哦，雞蛋哦，給了一粒就好啊。一顆就可以。哦，好啊。我們這邊就開始作業了啊。哦，開始嘿。對，來，我們要剁那個肉了。哦。對。我來了。我們就是先把它剁碎。愛老豬肉多多綿綿，是咩大沙都愛喲。愛看還係一萬人教好嘅開人啊。不過啊，當肉嘅高層，我拌蔥誒、蒜麥，還有薑麻麥，做下甜甜節奏濃熱氣啊，按樣剁出來嘅肉鹽，張開更入味喲。那這邊同學也幫我燒鍋水，幫我燙那個青江菜。可以在裡面加一點點鹽巴跟糖，對，鹽巴跟糖。油唔夠誒，有雞蛋。嘅太假油啊，你做過冇？有啊，唔係不用鹽啊，不用糖係啊。糖的話可以讓它那個葉綠素會出來，所以它綠綠的顏色會更深。那一般以前呢，早期都是用什麼？蘇打。基本上這邊肉差不多了。哦，羊肉差不多誒，我的青江菜也差不多咧。這邊裡面有點糖，那本身高麗菜我們這邊高麗菜乾就有味道了哦。嗯。那一點糖的部分，那我們就是用，這是太白粉。哦，差不多用。對，因為3匙。因為這個比較小匙。7匙，還比較小匙啦。對，比較小。哎，咱們釀的黑。給點，我們給點那個蠔油。哦，蠔油膏。我們就不放鹽了。哦，鹽就冇一個啊。不放了，因為本身它有鹹味已經夠了。哦。還有胡椒粉。我們還有一顆雞蛋。哎，冇問題。蛋可以讓它那個肉不會那麼硬。就是滑啦。對。開始我們來摔，這邊我們開始加入。好香了哦！哎呀，哦，兩下荸薺。對，荸薺、洋蔥。擠得夠乾啦哦。夠乾，夠乾。
如果这个肉丸哦，一般如果因为在现场，如果在家里做，还可以把它先冰过。哦，冰过之后，它的胶质反而更容易跑出来。对，它释放的更，它那个更紧密度更紧密。对。因为你现在刚抓，还有空气，里面都还是空气嘛。我这边等一下一颗一颗挤哦，因为它确实这个里面空气还是蛮多的。哦，还不够紧实哈。不够，对。那所以我可以用撒的吗？可以啊，可以。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用拿起来用手再稍微滚一下，再拿起来用手稍微再给它再滚揉一下，对，揉一下。那我们现在手就是有点粉，有没有？哦。但是也不要太厚了，因为粉其实吃起来还是硬的。那这个这样子有一个好处是，把里面空气有没有？顺便挤掉。对，顺便把它挤掉。今天是这样，我先开始烧锅油。好，这个交给我。我们先把这个蒜，先把它炸。炸。啊，你用什么鸭做嘛该啊？炸蒜头。哦，蒜头要先炸过先炸，对，先炸那个蒜头先炸过，它的味道就不是呛的，它是味道就比较沉一点。嘿。我这边可以先用一点油炒高丽菜干。我先把这个高丽菜干炒香。哦，你下高丽菜干先煸锅啊？对。先炒啊，哈。这蒜头也好了。蒜头也好诶。蒜头好就直接过来了。哦，过来了，高丽菜干，用它炒哈。对，一起炒。那我现在把那个水加进去了，我先把它味道煮出来。是。把高丽菜跟蒜的味道。这算是给肉圆用盐一个汤汁是吗？对，等下我们还要下去红烧。哦。下去红烧，所以我必须先把高丽菜的部分有没有？先让它那个味道先煮到汤汁里面。我们大概炸哦，这样我们也不会用炸到完全熟，因为你还要下去烧，大概对，大概再炸5分，还要煮5成的熟度就可以了。哦，你看那个高丽菜干整个都展开了。而且那个打开，还带有那个蒜，还有蒜香。蒜香的，来，我们准备这个肉丸子也要过来了。要过来了。那像这个水的位置啊，哈，大概就是一半吧。一半肉丸的一半。现在这是什么？花雕酒。花雕。为什么呢？啊？那为什么要加一点这个酒？是要取它那个酒香气，酒的香气没错。然后还是要让它那个挥发一下哈。对。要煮一下啦。因为本身酒还是会有点苦味啊。哦。我们说的。要让它煮掉。对。又开始创作了。摆盘很重要。然后我们等下需要一点点的那个粉来勾芡。哦。就有披头跟花雕酒哎。对，就是让它最后有那种独特的香气。本身如果一般颜色会比较深，是因为还会加酱油嘛。但是高丽菜干它本身就味道很重了，所以我们也连酱油也不放了，就直接，那所以烧出来的颜色就是它原来的高丽菜干的颜色，对。哇，你还太脆哦，好吃，5星级的喽。没有错，其实会5星级的哦，几好哦，几热香啊！对，你要先试。然后就来吃宽啊。哦，一批一碗饭哦，可能都吃唔到诶。哎呦，很香哦。哎呀，敷唔齊咯。哦，底部很熟哦，很香哦，那个葱跟姜的味道，我这边就闻到了。对，没，我是没有调很重的味道，比较淡。很奇妙呢，其实都葱我杯啊吼，葱姜我杯就安尼切的用的，
底杯肚啊吼，就娘娘因为有软，因为里面有蛋滑过的那些食材，古时候给底杯碎了，又很绵绵巴巴的。那就我上不了的。好啦，来啦，龙师傅跟我们苦寒上菜，倒数，哦，来哟，来，哎呦，我来帮忙分，来，哎呀，泡饭呐，给拿了哟。来，阿婆要不要来一个点蒜？个蒜头好哦。唔會唔辣，看人有顏色的。哎呦，哎呦，喲，睇架食到樣品啊，唔可以咁快哦，講唔出嚟嘿。喲，過來看看哦，睇個。好吃咯，好吃咯。真是難好吃。cái果嚟吹ก่อน唔食食過人用嘅啦，嗬。將日果嚟吹ก่อน一下食佢媽咪是，台灣我食到你用天天一下果嚟吹ก่อน咯。將又哦紅燒的嗬，夾個吹跟米絲會凍出來嘛。有啊嗬，食到安尼以後食，係咪放飯先嗬？懂叉饭，好吃了哈，有吃到牛了哈，还有个蒜头啊呢，哦，那搭配下去哈，很棒哈，懂？一起放的啊，要有吃到客家人的感觉啦哈。哎呦，哦，跟刚才跟没有煮过这个味道，没有煮过这个味道哈，跟某用的煮饭呢。一定要学到一道菜，一定要学啊！一定要做。谢谢。哦，那老姜头讲一下，你一定要学什么？我一定要学做这道菜。阿良时就配合教我们做一项菜啦，我说要来复习一下。当肉嘅時節，要記得用葱誒，用麻麻、撈蒜末，一起的鹽，為粘中肉球，半片的粉，用油去泡過成熱，兩道煮出味嘅高麗菜乾湯煮好，落地嘅發條椒來提味，也就係好食又到南本人唔記得嘅高麗菜乾撈肉鹽呢。苦寒送菜，下禮拜再來了。